原文：于师晋师灭夏阳，双引号，非国而曰灭，众夏阳也。于吾师，其曰师，何也？以其先进，不可以不言师也。其先进何也？为主乎灭夏阳也。夏阳者，于国之塞邑也。灭夏阳而于国举矣。于之为主乎灭夏阳何也？晋献公欲伐国。荀袭曰：君何不以驱产之诚？垂棘之弊。而借道乎于也？公曰：此晋国之宝也。如受无弊而不借无道，则如之何？荀袭曰：此小国之所以是大国也。彼不借无道，必不敢受无弊。如受无弊而借无道，则是我取之中府，而葬之外府，取之中厩，而置之外厩也。公曰：公知其存焉，必不实也。荀袭曰：公知其之为人也，达心而诺，又少长于君。达心则其言略，诺则不能强谏，少长于君，则君轻之。且夫完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国之后，此中之以上乃能虑之。臣料于君中之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国。公知其谏曰：晋国之使者，其辞卑而必重，必不便于虞。虞公弗听，遂受其弊而借之道。公知其右谏曰：禹曰：上句点唇亡齿寒。其思之谓禹，窃其妻，子以奔曹。献公亡国，5年而后举虞。荀袭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由是也，而马齿加长矣。双引号，选自13经注书本春秋谷梁传。春秋记载于师晋师灭夏阳。双引号，译文：不是国都而说灭，是看重夏阳。虞国的军队不足1个师，春秋说是师，为什么呢？因为虞国写在晋国之前，不可以不说师。他写在晋国之前是为什么呢？灭夏阳是他为主的。夏阳是虞国交界楚国的一个要塞。夏阳一失，虞国2国都可占领了。虞国为什么要为主灭夏阳呢？晋献公想要讨伐国，荀袭说：君主为什么不用北区出产的马，垂棘出产的璧，向虞国借路呢？献公说：这是晋的国宝，如果受了我的礼物而不借路给我，那又拿它怎么办？荀袭说：这些东西是小国用来服侍大国的。他不借路给我们，一定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受了我们的礼而借路给我们，那就是我们从里面的库藏里拿出来，而藏在外面的库藏里；从里面的马房里拿出来，而放在外面的马房里。献公说：公知其在，一定不让的。荀袭说：公知其的为人，心里明白，可是却懦，又比虞君大不了几岁。心里明白，话就说得简短，却懦就不能拼命谏阻，比虞君大不了几岁，虞君就不尊重他。再加上珍万心爱的东西就在耳目之前，而灾祸在一个国家之后，这一点要有中等智力以上的人才能考虑到。臣料想虞君是中等智力以下的人。献公就借路征伐国。公知其劝谏说：晋国的使者言辞谦卑而礼物隆重，一定对虞国没有好处。虞公不听，就接受了晋国的礼物而借路给晋国。公知其又谏道：俗语说上句点唇亡齿寒，岂不就说的这件事吗？他带领自己的老婆孩子投奔到曹国去了。晋献公灭了国，5年以后占领了虞国。荀袭牵着马捧着璧走上前来说：璧还是这样，而马的牙齿增加了。双引号，王维题。注释：虞，周文王时就已建立的姬姓小国，在今山西省平陆县北。晋，西周始封姬姓国，晋献公时都虞将，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师可泛指军队，也可专指古代军队的编制单位。荀子理论：师旅有制，500人为旅，5旅为师。
下面传闻说，于无师就是专指2500人的军队编制。夏阳，国义，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约35里。左传，坐下阳，因另有上阳，以坐下阳为氏。夏同音通假。二国，周初始封姬姓国，有东西北国之分。东国、西国以先王于郑、秦。晋献公所伐为北国，占地当今河南三门峡和山西平陆一带，县都上阳，今河南陕县里佳窑村。举攻克占领。三晋献公前651，名鬼珠，晋武公子，在位26年。在此期间伐灭了周围一些小国，为其子晋文公称霸打下了基础。据《史记·晋世家》，晋献公伐国的借口是国在晋国内乱中支持了他先君的政敌。四荀袭前651，晋献公最亲信的大夫食邑于荀，亦称荀叔。献公并为时以荀袭为相托以国政，献公死后在宫廷政变中为李克所杀。五区即北区，晋地名，在今山西省吉县东北。城 S 亨盛，古以一车4马称为一城。这里专指马。六垂棘，晋地名，在今山西省鹿城县北。七府，古时国家收藏财物、文书的地方。八公之奇，于大夫、刘向说愿尊贤，说于有公之奇，晋献公为之中死不寐。九曹，西周始封姬姓国，都陶丘，今山东省定陶县西南。十马齿，马每岁增生1尺。加长，汉长，增添。晋献文子事成。礼记，作者小传，本篇节选自《礼记谈公下》。汉书艺文志折录礼记有131篇，班固自注说70子后学者所记也。到汉代，戴德传记85篇，称大代理，今亦存40篇。戴圣传记49篇，称小代理及礼记。所以礼记的作者最初应是孔门弟子及后学者，经世代相传授，至代圣始成书。戴圣，梁郡，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南人，汉宣帝时做过博士，掌古今史事代问和书及典手的官，九江太守，为汉初鲁人高唐生的五传弟子，师承后仓，又传《礼记》于乔人杨荣。题解，赵氏是嬴姓的一个分支，从晋文侯前780前746时起成为晋国的一个大族，以其历代是晋侯有功勋，到赵衰、赵盾父子时，已成为专国政的重臣。据《史记·赵世家》说，赵盾之子赵朔于晋景公3年娶成功，景公父解为夫人。就在这一年，晋国司寇屠岸贾勾结诸将军构罪族灭赵氏，赵朔的夫人怀着身孕躲进宫宫，后来生下赵武，就是本篇所记的文子，也就是有名的赵氏孤儿。15年后，赵武得到韩厥的帮助，攻屠岸贾，灭族报仇，后来成为晋国的正卿。本篇所记赵武筑新市城，当是复位后不久的事。他年纪还不大，所以张老在赞颂的同时，还有规劝之意。原文，晋献文子成事：一、晋大夫发焉；二、张老曰；三、美哉伦焉；四、美哉患焉；五、歌于斯；六、哭于斯；七、惧国族于斯；八、文子曰：吾也得歌于斯，哭于斯。据国族于斯，是全要领以从先大夫于九经也。九，北面在拜鸡首。十，君子谓之善颂善导。选自《13经注书》本《礼记谈公下》。译文：晋国祝贺赵武房屋落成，晋国的大夫前往送礼。张老说：美啊，这么高大；美啊，这么鲜亮。在这儿祭祀，在这儿办丧礼，还可以在这儿宴饮宾客。赵武说：我赵武能够在这儿祭祀，在这儿办丧礼，在这儿宴饮宾客，
这是希望保全性命，来追随王祖王父于九原啊。向北面一再深深的跪拜。君子说他们赞扬得好，祈祷得也好。王维题。注释：一、献进献礼物，引申为祝贺。文子赵武前596前545的谥号。这是后人追记，所以称谥号。二、发指送礼。三、张老前去送礼的晋大夫。张氏是姬姓的一个分支，三家分晋后多属韩国。四、轮盘旋曲曲而上，引申为高大。五、焕同焕，鲜明光亮。成语美轮美奂，本此。六、歌指祭祀，古代祭祀要奏乐歌颂。七、哭指举行丧礼。八、国族指晋国的贵族。具国族指宴饮。以上祭祀、丧礼、宴饮是古代礼制的重要活动。九、要铜腰领头颈，古代刑戮最重腰斩，烧刺杀头。全要领即免受刑戮的意思。这是赵武对赵氏被灭族记忆犹新的表示。先大夫指王父赵朔等人。九经即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十、北面面向北，古代堂礼长辈面南而坐，小辈北向而拜。这里是表示悼念。稽首叩头到地，伏地停留片刻方起，叫稽首。是九拜九种拜的礼节中最恭敬的。苛政猛于虎。礼记。题解：孔子提出德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提出诗：仁政，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常也。孟子梁惠王下。表达的都是儒家的政治主张。这则小故事形象地说明了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发人深省。原文：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视而听之。一、使子路问之曰：二、子之哭也，疑似众有忧者。三、而曰：四、然。昔者无救死于虎。五、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六、夫了曰：小子视之。七、苛政猛于虎也。双引号。选自《13经注书本《礼记谈公下》。孔子路过泰山边，有个妇人在坟墓旁哭得很悲伤。孔子扶着车前的扶手板听着，派子路问他说：你这样哭，真好像不止一次遭遇到不幸了。他就说：是啊，以前我公公死在老虎口中，我丈夫也死在这虎上，现在我儿子又被虎咬死了。孔子说：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呢？回答说：这儿没苛政。孔子说：弟子们记着，苛政比老虎还厉害。双引号。王维题。注释：一、是同是车前的扶手板，这里用作动词。二、子路前542前480，孔子弟子，鲁国变，今山东省泗水县人，重视，名由，一字记录。三、一、真是，实在。四、而，乃。五、舅指公公，古以舅姑称公婆。六、苛政，包括苛繁的政令、繁重的赋役等。七、小子，古时长辈对晚辈或老师对学生的称呼。是辞志，记住。苏秦以连横说秦。战国策。作者小传《战国策》是西汉刘向根据密室所藏有关战国史事的几种本子汇集编纂校订而成的。原来的几种本子分别叫国策、国事、短长、释语、长书、修书。这些本子的作者刘向没有留下名来。内容杂记上记春秋、夏至秦汉之间计245年间的史事，因为主要记述了战国游士的策谋说辞，所以刘向把书名定为《战国策》，分列12国，33篇。到宋朝残译了11篇，曾拱坊书补缺，重加考校，复定为33篇，分成486章。
今传《战国策》各种校注本都出自曾巩校订本，与古本稍有出入。刘向编《战国策》所采底本既有6种之多，可见其各篇章不是一时一人所作。一般认为有些是战国时人所作，有些是楚汉之际人所作，也有些是西汉时人所作。作者大抵是纵横家之流。清人及近代学者也有考证作者是楚汉之际曾游说韩信取齐，叛汉的策是蒯通的，但证据并不充分。只能说《战国策》部分篇章可能来源于蒯通所作，隽永81篇，大多数的篇章作者已无可考了。刘向认为《战国策》所记皆高才秀士，因是据实为国君，出其策议制，转为为安，运王为存的故事，虽然反映的是兵革不休、诈魏并起，不足以邻国教化，但其史奇文还是皆可观的。其中不少章节，原作者有相当高的写作水准，文笔酣畅，词句辩给，气势磅礴，常于体情状物，善用修辞手段，堪称先秦散文中的优秀之作，对汉以后散文的发展有很大影响。题解：战国时期诸侯林立，尔虞我诈，一批谋臣侧室周旋其间，纵横驰骋，朝秦暮楚，以逞其智能，获取功名。本文记载了苏秦时以连横之策说秦，而其说不行，于是发奋读书，终于相照的故事。其中刻画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侧室形象。正如南宋鲍彪所说：“苏秦之自次，可谓有志矣。”而志在金玉清香，故其所成就是足以夸扫父。战国策注为使人物个性鲜明突出，作者移花接木，将苏秦游说路过洛阳、周显王、除道效劳、原无师道助的史实，移植到其亲属身上，以亲属的前倨而后卑，映衬苏秦的前窘困、后通显，并以前抑后扬的对比表现，造成讽刺当时世态人情、社会风气的强烈效果。此外，文中写苏秦的说辞铺陈夸饰，气势充盈，可视为汉赋铺张扬丽文风的滥觞。苏秦使江连横：一、说秦惠王曰：二、大王之国，西有巴、蜀，汉中之利；三、北有胡河，代马之用；四、南有巫山，黔中之县；五、东有尧，韩之故；六、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几百万；七、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变，此所谓天府。八、天下之雄国也。以大王之贤，市民之众，车骑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愿大王少留意，臣请奏其效。双引号。秦王曰：寡人闻之，矛与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诛伐；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顺者，不可以烦大臣。今先生俨然不远千里而停教之。九、愿以一日。十。双引号。苏秦曰：臣故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卜岁。11、黄帝伐涿鹿而秦蚩尤。12、尧伐欢兜。13、舜伐三苗。14、禹伐共工。15、汤伐有夏。16、文王伐崇。17、武王伐纣。18、齐桓任战而博天下。19。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20。古者使车鼓疾驰。21、言语相结，天下为一，曰从连横，兵革不藏。文士并事。22、诸侯乱祸，万端俱起。23、不可胜礼。苛条既备，民多畏态，书册筹着。24、百姓不足，上下相仇，民无所聊。25、明言张礼。26、兵甲欲起，变言伪服。27、战功不息，凡称文辞，天下不治。舌闭耳聋，不见成功，行义曰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后扬死士，坠甲立兵。28、效胜于战场。夫图楚而治利。29、安坐而广地，虽古武帝三王五伯。30、民主贤君，常欲坐而治之，其事不能。
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破则仗己相同。31，然后可见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力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城。32，驱敌国。33，至海内，子元元。34，陈诸侯，非兵不可。今不嗣主。35，忽于治道。36，皆昏于教。37，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审于辩，密于辞。以此论之，亡故不能行也。双引号。说秦王书时上而说不行。38，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自用伐绝，去秦而归，雷腾屡敲。39，复书丹驼。40，形容枯槁，面目离黑。41，状有归色。42，归至家，妻不下人。43，扫不为炊，父母不与言。苏秦喟叹曰：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发书，臣且数时，得太公因服之谋。44，服而送之，简练以为揣摩。45，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骨，血流至足。46，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其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说当世之君矣。于是乃磨砚屋及缺。47，见说赵王于华屋之下。48，嫡长而谈。49，赵王大悦，封为武安君。50，绶相印，革车百乘，锦绣千纯，白璧百双，黄金万亿。51，以随其后，曰：从散横以益强秦，故苏秦相于赵而关不通。52，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不费斗粮，未凡一兵，未战一事，未决一贤，未折一使，诸侯相亲，贤于兄弟。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故曰：是于政不是于勇。53，是于郎庙之内。54，不是于四境之外。当秦之龙。55，黄金万亿为用，转古连旗，炫黄于道，山东之国从风而服。56，使赵大众。57，且夫苏秦，特穷相绝门桑户圈书之事耳。58，服侍准贤。59，横立天下，停说诸侯之王，度左右之口，天下莫之能抗。60，将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闻之，清宫除道，张乐摄引。61，交迎30里，七侧目而视，亲耳而听，扫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谢。苏秦曰：扫何前倨而后卑也。62，扫曰：以季子之位尊而多金。63，苏秦曰：嗟乎！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是谓富贵，盖可乎乎哉？64，双引号。选自是李居附宋本《战国策》。苏秦起先主张连横，劝秦惠王说：大王您的国家，西面有巴、蜀、汉中的富饶，北面有湖河和代马的物产，南面有巫山、黔中的屏障，东面有瑶山、函谷关的坚固。耕田肥美，百姓富足，战车有万辆，武士有百万，在千里沃野上有多种出产，地势形胜而便利，这就是所谓的天府，天下显赫的大国啊！凭着大王的贤明，市民的众多，车骑的充足，兵法的教习，可以兼并诸侯，独吞天下，称帝而加以治理。希望大王能对此稍许留意一下，我请求来实现这件事。双引号。秦王回答说：我听说，羽毛不丰满的不能高飞上天，法令不完备的不能惩治犯人，道德不深厚的不能驱使百姓，政教不顺民心的不能烦劳大臣。现在您一本正经劳远跑来在朝廷上开导我，我愿改日再听您的教诲。苏秦说：我本来就怀疑大王不会接受我的意见。
过去神农讨伐卜遂，黄帝讨伐涿鹿，秦获蚩尤，尧讨伐欢兜，舜讨伐三苗，禹讨伐共工，商汤讨伐夏桀，周文王讨伐崇国，周武王讨伐纣王，齐桓公用武力称霸天下。由此看来，哪有不用战争手段的呢？古代让车辆来回宾市，用言语互相交结，天下成为一体，有的约从，有的连横，不再储备武器甲胄。文士个个巧舌如簧，诸侯听得稀里糊涂，群议纷起，难以清理。规章制度虽已完备，人们却到处虚情假意，条文记录又多又乱，百姓还是衣食不足。君臣愁容相对，人民无所依靠，道理遇事清楚明白，战乱反而寓意四起。穿着讲穿服饰的文士虽然善变，攻战却难以止息。遇事广泛地玩弄文辞，天下就愈难以治理。说的人说得舌头破，听的人听得耳朵聋，却不见成功。嘴上大讲仁义礼信，却不能使天下人相亲。于是就废阙文治，信用武力，以优厚待遇蓄养勇士，备好盔甲，磨好兵器，在战场上决一胜负。想白白等待以招致利益，安然勿作而想扩展疆土，即使是上古五帝、三王、五霸、贤明的君主，常想做而实现，势必不可能。所以用战争来解决问题，相距远的就两支队伍相互进攻，相距近的持着刀戟相互冲刺，然后方能建立大功。因此对外军队取得了胜利，对内因行仁义而强大，上面的国君有了权威，下面的人民才能驯服。现在要想并吞天下，超越大国，使敌国屈服，制服海内，君临天下百姓，以诸侯为臣，非发动战争不可。现在在位的国君忽略了这个根本道理，都是教化不明，治理混乱，又被一些人的奇谈怪论所迷惑，沉溺在巧言诡辩之中。像这样看来，大王您是不会采纳我的建议的。双引号，劝说秦王的奏折多次呈上，而苏秦的主张仍未实行。黑貂皮大衣穿破了，100斤黄金也用完了，钱财一点不剩，只得离开秦国，返回家乡。缠着绑腿布，穿着草鞋，背著书箱，挑着行李，脸上又瘦又黑，一脸羞愧之色。回到家里，妻子不下之机，嫂子不去做饭，父母不与他说话。苏秦常叹道：妻子不把我当丈夫，嫂子不把我当小叔，父母不把我当儿子，这都是我的过错啊。于是半夜找书，摆开几十只书箱，找到了姜太公的兵书，埋头诵读，反复选择，熟悉、研究、体会。不到昏昏欲睡时，就拿针刺自己的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跟，并自言自语说：哪有去游说国君，而不能让他拿出金玉锦绣，取得清香之尊的人呢？满1年，研究成功，说这下真的可以去游说当代国君了。于是就登上名为燕乌集的宫阙，在宫殿之下夜见并游说赵王，拍着手掌侃侃而谈。赵王大喜，封苏秦为武安君。拜寿相印，以兵车100辆，锦绣1000匹，白璧100对，黄金1万亿根在他的后面，用来联合6国，瓦解连横，抑制强秦。所以苏秦在赵国为相而函谷关交通断绝。在这个时候，那么大的天下，那么多的百姓，王侯的威望，谋臣的权力，都要被苏秦的策略所决定。不化费1斗粮，不烦劳1个兵，1个战士也不作战，1根弓弦也不断绝，1支箭也不弯折。诸侯相亲，胜过兄弟。前人在位而天下驯服，一人被用而天下顺从。所以说，应运用德政，不应凭借勇力；应用于朝廷之内，不应用于国土之外。在苏秦显赫尊荣之时，黄金万亿被他化用，随从车骑络绎不绝，一路炫耀，华山以东各国随风折服，从而使赵国的地位大大加重。况且那个苏秦，只不过是出于穷巷、窑门、桑户、圈书之中的贫士罢了，
但他伏在车室之上，牵着马的勒头，横行于天下，在朝廷上劝说诸侯王，堵塞左右大臣的嘴巴，天下没有人能与他匹敌。苏秦将去游说楚王，路过洛阳，父母听到消息，收拾房屋，打扫街道，设置音乐，准备酒席，到30里外郊野去迎接。妻子不敢正面看他，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嫂子像蛇一样在地上匍匐，再三再四地跪拜谢罪。苏秦问嫂子为什么过去那么趾高气扬，而现在又如此卑躬屈膝呢？嫂子回答说，因为你地位尊贵而且很有钱呀。苏秦叹道，唉，贫穷的时候父母不把我当儿子，富贵的时候连亲戚也畏惧。人活在世上，权势地位和荣华富贵，难道是可以忽视的吗？双引号。方志范。注释：一、苏秦，战国时洛阳人，著名策士。连横，战国时代和6国抗秦，称为约从或合从。秦与6国中任何一国联合以打击别的国家，称为连横。二、说，书一说，劝说，游说。秦惠王